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啦？自己噴嘅香水好似好快就冇味，但係行街聞到其他有女仔經過嗰陣時，哇！個香味真係好令人振奮，好吸引喎！如果你都想揾翻一款行出街有回頭率，而自己又可以聞到嗰種好清新嘅花香味嘅話，咁呢一支或者係你嘅選擇。前調就係木梨同葡萄柚嘅果香，聞起身清爽又乾淨。慢慢，中調咧就會滲出嚟，透露出嚟嘅係溫和舒展嘅茉莉香，清新又唔會張揚。到咗後調之後，會有少少雪松加上琥珀嘅味道，中和翻花香嘅果甜味，令到成個香味更加地立體豐滿。我就會喺自己嘅頭頂對住個頭頂噴一下，兜一個圈，咁就 OK 啦。等呢啲香味分子可以好自然、好均勻咁樣由頭到尾將我咁樣包裹住。所以當我一搖頭、一揈頭嘅時候，啲香味就會順住我頭髮嘅飄動嘅方向，慢慢咁樣滲出嚟。這就是女孩子的小心機。如果你都想俾人哋留低一個深刻嘅印象嘅話，不妨可以試下呢一款香水。